贤，为什么这么绝情？我不嫌弃你有什么变化，我们别说只要去这个问题，还是聊点别的吧。我听说那部电影原来定你演女一号，演白梦之，后来为什么又换成瑶了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又不是老板。你们那个孟老板之前跟瑶关系很好，不过现在瑶跟工商会的李会长很火热，孟老板跟李会长水火不容。我以为孟老板知道这件事儿，最初才定你来当主演。你怎么知道瑶和工商会的人好？我在王鹏那儿看到了他偷拍瑶跟李会长在一起亲热的照片，那些照片如果让你们孟老板看见，他非气疯不可。你看见照片了？当然，王鹏整天拿着那些照片炫耀，这是他当娱乐记者以来拍的最清晰的照片了。怎么没有发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我现在已经不在人教报社了，我给几大报纸发照片。当初我问过主任，主任说不敢发，怕发了引起电影界的震动、内讧，甚至是火拼，而且他要顾及孟雨农的面子。不管怎么样，孟雨农还是明报社的股东。你怎么了？我不饿，不想吃。工作一天了，能不饿吗？我不吃了，我出去一趟。别再找葱了。他是一个老实孩子，跟你不是一路人。别再去招惹他了。你还是去找你那个老板吧。我不去找葱，我去找其他人。
和你女儿相处的怎么样？还能怎么样？女儿是替别人养的。可不管怎么说，她也是你亲生的女儿，可以为你养老。指望她是不行了，我只有靠自己了。我要跟你谈谈。放开我！我跟你说过了，我不喜欢女人跟我使小性子。你既然不喜欢我，干嘛过来找我？你去找他吧。师祖，上车吧。我不。我知道，我在你眼里就是个傻子。你想玩就玩，想丢就丢。不许你这样说自己。我是喜欢你的，傻孩子。你现在说什么我都不相信你。你看见了他怎么对我的？他借题发挥，故意打我，你只是坐在旁边看着，连一句话都不说。你是不知道，我也是有苦衷的。行了，我不想听。我知道，他就是想把我挤走，偏不让他得逞。吃饭了。傻愣着干嘛呀？我买了杨家生煎，趁热吃了。我不吃，不吃拉倒。看看这是谁？哎，看看，不是吧？出事了吧？这次看来啊，真是要停工喽。有没有可能孟老板不在乎啊？听说他老婆就不管他。这怎么可能啊？瑶可是跟孟老板的死对头在一起亲热呢。换了你，你能原谅这个女人吗？这回肯定事儿弄大了。苏小姐，陈姐，怎么没有人开工啊？你还不知道啊？咱们的女主角出事儿了，先停拍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喏，你自己看。这次啊，瑶可是难翻身了。瑶出事儿了，我们就都不拍了吗？以前呀，瑶也是经常闹闹绯闻，那这次不同啊。这工商会李会长的老婆是警察局长的千金小姐，那可是出了名的母老虎。这次啊，瑶可是玩大了。听说以前有个小明星跟李会长有染被爆出了，被那女的整得从此消失了。这次啊，瑶的下场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。老板还敢拍呀？
拍一半人没了。陈姐，有这么严重吗？那当然了，现在的记者也实在是太可恶了，也不知道在哪拍的照片。不过你看这照片拍的还挺清楚的。那我走了。哎，怎么了？又不想吃饭了？我吃。这些天你到底怎么了？魂不守舍的。没怎么。你们要停工几天啊？不知道。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拍。就是因为那个女主角在外面乱搞啊。你们这个行当也真够乱的，那些工作人员怎么办啊？那个瑶也真够倒霉的，你说她以前多红啊，就是为了一篇报道被人踩在脚底下。你说这当明星有什么好的？风险也太大了。不过说回来了，做女人就该自爱。你难过什么呀？我在说瑶呢，又没说你。你不是讨厌那个瑶吗？她出了这种事儿，你应该高兴啊。哭什么？妈。是我不好。我害了他，我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。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错了。到底怎么了？是我把照片捅到报社的。姚大在片场总欺负我，我只是想报复他一下。我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会这么严重。这照片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以前综的同事王鹏拍的。我要到之后，就寄到报社去了。既然事情已经出来了，这事儿不能再跟任何一个人说，让他烂在肚子里吧。你也别太自责了，往好了去想，这件事情很快就会过去的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接你去片场了。不是停工了吗？我们的戏又要开工了，你得回去拍戏了。我不想演戏了。还在生我的气啊？你可真是个小孩子。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呢？我很想你，这是真的。
很奇怪，没有哪个女人能让我这么放不下，只有你。跟我回去吧。我如果回去，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你说。你只能对我好，不能再有其他的女人。当然了。你现在就是白梦之，大家都在等着你呢。你说我演什么？白梦之。马上就这辆车，上！我想说两句，可以吗？瑶的事情，我心里也很难过，也替她遗憾。我希望她能尽快从这件事情的不良影响中恢复过来。这部戏经验2次换角风波，你一直身处其中，对背后的影响有了解什么呢？我是个新人，我只能听从公司的安排。其他的事情，我真的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明白。如果你承认了，我心里还好受些。可是现在你连承认的勇气都没有了。照片是我从王鹏那儿买的，也是我把照片寄给报社的。你满意了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就是想报复瑶。你不了解他是怎么对我的。你成功了，你用手段成功上位了，你让我刮目相看。我只是想报复他一下，我没有想毁了他。我也不知道会是这样，这个结果不是我可以控制的。贤，你变了，变得我完全认不出了。
我希望你变得越来越善良，但是你现在变得让我感到害怕。如果是你，你也会变的。我只是想保护我自己。好，那我没什么可说的了。谢安，这个圈子很危险，你要小心。你刚才去哪儿了？我找了你半天。我有点累了，就到一个包间里休息了一下。你的未婚夫也来了。哦，你看见了？他是新闻日报的记者吗？是，我看见了。我看见你们在阳台谈话，我没有过去打扰你，可你为什么要对我说假话呢？幸好没有其他人看见。你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吗？如果哪个记者给你们拍一张照片，后果会是什么？从现在起，你的言谈举止会被很多双眼睛注视着。我不容许你有任何的差错。瑶已经自毁前程了，我不希望你重蹈他的覆辙。以后不要再跟他见面了。你是我的，只属于我一个人。他现在在哪个报工作？长江新闻日报。请进。主任，你找我什么事儿？这件事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开口。小夏，你来咱们报馆的时间虽然不长，但我能看出你的能力，你的工作表现是没问题的。但是，有些问题是很复杂的。主任，我不明白您什么意思啊？那我就直说吧。恐怕你得离开咱们报馆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被辞退了。为什么呀？这是上面的意思，我是执行命令。至少我得知道什么原因，我做错什么了？我真的不知道。但是你想想，你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啊？
师傅已经准备好了，照相间在那边。好的。刘阿婆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死人了，好像死人了，不知道是不是好像死人了？怎么回事啊？可怕了，怎么会死了？可怜啊！出来了。我干嘛？出啥去了？听说啊，楼上的李阿婆死了，已经好几天了。要不是因为尸体发臭，还不知道呢。没俺美女在身边，还真不行。以前李阿婆身体很好的，后来一个人孤单的在家里，也没人照顾，真惨啊！哎呦，真的，哎，没小孩在家真的很可怜啊。是啊。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臭死了！哎呦，发臭了！哎呦，太可怜了！你家阿婆真的很可怜啊，死了几天都没人发现，你说？哎，太可怜了，真的太可怜了。哎呦，这么可怜啊，真的。现在，你看几天才发现哦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干嘛？哎呦，就这么好的一个人，就这么没有了，说没就没了。你说真的很可怜啊，好几天才死了，是不是可怜啊？小姐，你又在哭吗？先生还没回来吗？没有，他去大公馆了。我好难受，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算是头啊？小姐，先吃药吧。这杯子是先生从欧洲带回来送给我的。对不起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？对不起，我……他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不说台词？对不起，我忘记了。能不能演？能不能演？这么两句词儿都记不住？哎，行了，你别吓唬他，第一次难免的嘛。对不起。好了，放松放松，我们再来一次吧。来，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，来，回原位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安全安排。好的。开机。苏太太，怎么了？你脸色很难看，是不是不舒服？要不要去医院？没事的。好，下一场。好，换场。来，快，谢幕。来，补妆啊，快！怎么样，苏太太，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别胡思乱想了。你看，好好的，别让自己难受。我一想到担架上的那只手，我就难受。我在想，我的下场会不会和李婆婆一样，人死了都不知道，直到发臭了才被人发现。怎么会呢？你有女儿，怎么会那样？倒是我，
周边什么人都没了。你在劝我，怎么劝着劝着，把你给劝难受了？我们都别想了。过一天算一天吧。我生活的地方要比这里差很多，我怕你只是一时冲动。请你相信我，我是深思熟虑的。你的生活太优越了，我们在一起，我怕你会受不了。我不怕，我可以接受。你不怕，我怕。我已经离开他了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。一瓶黑方。好的。你也不难找。这个地方我也住过，也是孟雨农安排的。你说他这个人怎么不来点花样啊？倒带你去其他的地方。2位小姐。来，我不喝酒。可是我听说你挺能喝的。也对，能喝，那是酒局上的应酬。你是个乖孩子，难怪他喜欢你。你说我怎么输得那么惨呢？我是不是输在轻敌上了？我从来没有把你当敌人。
我真想不明白，他们是怎么拍到的。那照片是通过邮局寄给《明星报》的。他们太狠毒了。贤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跟李社长什么事儿都没有，真的。你知道是谁干的吗？也是，问你等于白问。别看你原来有一个男朋友是记者，但我都了解过，他是乖孩子，干不出那事。你别喝了，你小心喝醉了，身体是自己的。我现在就像行尸走肉一样，谁见着我都躲得远远的。为了我所有，要是让我找到那几个人，我把他们撕烂，我把他们撕烂！小姐，你没事吧？走开！对不起，我朋友他喝醉了，您别在意。可他的酒钱还没付呢。算我的账上。你说什么？酒钱？贤，当女人不容易。你要是想抓住他，就得给他生个孩子。我后悔为什么没给他生个孩子。
要是想抓住他，就得给他生个孩子。